大家好，歡迎收看耀榮公司系列視頻。今期我們將展示大門的安裝工序以及細節講解。首先用衝擊鑽在混凝土將加固支撐用膨脹螺絲進行固定。固定多個支撐點，後期大門就會更加的牢固。固定後進行水平測量，確保兩邊門側保持同一水平線的垂直，再加上木板加固。加固的時候，同樣對準激光線，保持兩側水平垂直。隨後安裝木門框，在門鉸合葉的位置加固。這樣的加固在安裝合葉後看不到釘眼位，更加的美觀。隨後安裝子門和母門，這個需要注意把控大門的合葉安裝前後距離。安裝不對會導致大門下垂、開關不順暢等問題。最後把兩側的門封板和門頭安裝上去就完成了。這款造型格欄門正面採取真柚木皮的材料，背後則是焗油灰色的一個搭配。從室內看，大門顏色跟家具顏色完全搭配，適合有特別要求的定製客戶。歡迎收看。